针对这个韩国瑜形容蔡英文甲赖清德的蔡赖配，都亲像是武大郎甲潘金莲甲一领棉被。韩国瑜的副手周善静讲，重点是咧讲，因两个人无法度沟通，两个人差伤多咯。周善静后个月是毋是会代替着韩国瑜到美国去访问咧？周善静讲要咧规划。另外有关着韩国瑜好体的风波，周善静是来建议着韩国瑜做一改，甲代志讲好清楚。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开直播，替立委参选人李永平甲李彦秀，但是韩国瑜含入7200万好体风波，讲会公布买卖房产谈价了的资讯，到底是什么时阵？我觉得韩市长就是尽量把事实讲清楚，包括他昨天说他过去相关的这些房子的买卖都要公开嘛，那个是属于韩国瑜自己的私人的这些资讯哈，由他决定，我不会去涉入。 不过，对蔡总统可能找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来做副手，韩国瑜形容两个人亲像武大郎甲潘金莲加一领被，言论搁再引发争议。他讲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啊，两人差太多了。 即马韩国瑜电影嘛看好周善政留下美国的背景，打算安排伊甲韩国瑜太太李嘉芬伫12月代替韩国瑜访问美国。12月其实选情越来越吃紧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也要衡量一下，国内的选情的这个绷紧的状况，我们规划看看去能够对于侨界或是对于政界或是对于智库有多少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还有我们国内选情绷紧的状况，这一起衡量。张善政强调，访美的行程也未确定，要见什么人。 谈什么议题也唔知影，嘛，互这撮访美的行程好亲像出现变数。